嘉欣、陳山聰、馬國明、蕭正楠、朱敏瀚、麥美恩、丁子朗、冼正峰同孔德賢一齊去到馬來西亞雲頂開 show， 獲大批粉絲支持。除咗擔任司儀嘅 Mayan， 大家都有份演唱，更有落台同大家互動。而馬明知道自己唔係唱家班，所以佢都挑選咗幾首啱自己唱嘅金曲演出。佢特別鍾情唱鄭伊健嘅金曲啊！逝去戀，課如今再度高漲，感謝你重新的把我欣賞。我跟你踏遍真心的遊行，虛假的繁華，颱風想侵佔的當晚，一起抵擋雨打。中間嘅兩位，喜歡你那雙眼動人，笑聲更迷人，願再可。原本今次咧真係有計劃，諗要帶埋 Jacko 嚟雲頂嘅一家人同埋太太。不過可惜咧，因為我今日嚟雲頂之前呢，其實前日咧我就去咗柬埔寨嘅金邊做另外一場 show。咁因為太過轉接啊，咁所以就今次未能夠帶佢嚟啦。不過唔怕，仲有好多機會，因為你知啦，馬來西亞係我第二個家啊。咁嚟緊咧將會拍電影，而且仲同馬來西亞好有關係，究竟係咩呢？大家密切期待啦！馬明演出完，好快就會投入《新聞女王2》嘅拍攝。不過佢都不忘為5月6號生日嘅愛妻湯樂文準備驚喜啊！我嚟緊都要翻深圳㗎啦，嚟緊嗰幾日都要翻深圳開工㗎啦。咁又睇緊劇本啦，咁啊都係前期嘅工作啦，但係其實都開㗎啦。正式嘅開工日期其實都定咗啦，好快就會開工。下個月就係太太嘅生日喎，有冇諗住點樣同佢慶祝啊？梗係有啦，但係當然唔可以喺呢度講俾你哋聽啦，因為呢個係一個秘密嚟嘅。咁啊，希望佢到時有驚喜啦。甚少獻唱嘅龔嘉欣準備咗快歌演出，佢都估唔到台下嘅觀眾咁熱情噃。事後 Katie 有一段時間未有開劇，原來嚟緊將會主力拍攝多個綜藝節目，唔知係咪向綜藝女王之路進發呢？咁所以嚟緊啦，有幾個綜藝節目，咁佢哋都希望可以即係令到我用一個比較真實嘅我，而唔係永遠就係見角色先見到嘅我去同大家見面咯。咁所以嚟緊5月頭、5月中都會拍綜藝，6月、7月都係會拍綜藝，咁所以我都好期待，同埋每一個綜藝咧都好唔一樣嘅。豬仔早前被傳拎美國簽證，準備去當地備婚。原來豬仔去美國同《非常日誌》續集有關㗎。咁去美國咧就係拍一啲關於機管局，因為我之前拍《非常日誌》嘅時候咧，我係機師啦。咁因為呢個機師咧，我就做咗香港機管局咧開咗一個航空學院。我就做咗嗰個大使，咁而家第一班嘅飛機師咧就畢業啦，咁我就過去睇佢哋畢業，同埋咧會拍一啲 footage 翻嚟咧，因為我哋要預備拍 Season 2啦，非常日誌嘅 Season 2。Archie 為咗呢個 show 誠意滿滿，除咗同亞洲超星團嘅老友丁子朗演繹翻出戰舞台，另外亦帶咗2位樂手嚟到演繹連串金曲啊！處後亦從來沒怨，前事最怕有人提起，就算怎麼伸盡手臂，我們亦有一些。哇！今次嚟馬來西亞非常之開心，因為行程好緊密啊！我哋嚟呢度開呢個 concert 啊，係啊，所以都我哋食咗一間，我哋上雲頂嘅途中食咗一間都幾 local 嘅嘢食啦。咁餐廳啲嘢食好正啦。食咗隻魚叫咩啊？白蘇公，嗰個順德菜嚟嘅，咁好食啦係。白蘇公。咁試咗啲好好味嘅海鮮啦，有啲小食啦。
同埋我哋好似唔記得咗要表演咁樣啦，食得太開心我啦。未食我呢一個嘅好好味嘅芥恩，芥恩即係我未食。我姐姐一陣間帶你去食。係啊，元蘇我就準備去食啦。係啊。